Hello，各位爸爸媽媽、小朋友，又到正念遊戲嘅時間啦！今日我哋嚟玩感恩小樹。呢個正念遊戲幫到小朋友培養感恩嘅心，幾分鐘嘅時間可以令到小朋友更加開心，更加珍惜自己擁有嘅嘢。我哋亦都會變得更加密切。準備好未呢？搵個舒服嘅地方，一齊嚟種一棵感恩小樹啦！首先，搵個安靜嘅角落，坐低、瞓低或者企喺度都可以。爸爸媽媽可以同小朋友講：小朋友，我哋一齊合埋隻眼，諗下今日有啲咩令你好開心嘅事。好簡單、好微細嘅事都可以，例如食咗好好食嘅早餐，或者今日見到有個朋友，佢個笑聲好好笑。等小朋友靜靜咁諗下30秒，亦都引導佢哋講出自己值得開心嘅事，然後我哋就可以同佢講，呢啲就係我哋嘅感恩種子啦，係種喺我哋心入邊嗰棵大樹嘅種子。呢一個行動可以幫助小朋友專注喺正向嘅情緒，感覺都會更加溫暖。小朋友，你係咪已經講咗你最感恩嘅事係咩呢？而家我哋就會利用呼吸，將你嗰棵感恩小樹變得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強壯。小朋友，吸氣嘅時候，就係代表你嗰棵小樹開始吸收緊好多正向嘅能量。而今次嘅過程，我哋喺吸氣同呼氣之間會忍大概3秒鐘。令到嗰啲養分更加充滿喺你嘅身體，直到你呼氣就可以將所有嘅能量伸向樹幹、樹枝，等佢哋越長越高。爸爸媽媽，你同小朋友都一齊呼吸，我哋共同努力，將呢棵小樹變得越嚟越大。小朋友，你準備好未啊？做5次呼吸，先吸氣，忍住3秒。再呼氣，我哋開始啦喎。第一次吸氣，忍住3秒，1、2、3，呼氣。有冇吸收到啲陽光，再儲咗能量，令到啲樹枝越嚟越長啊？第二次吸氣，忍住1、2、3，呼氣。第3次吸氣，忍住1、2、3，呼氣。你哋依家棵樹係咪已經越嚟越高啦？仲有2次，第4次吸氣，忍住1、2、3，呼氣。最後一次。我哋吸大力啲，亦都呼得大力啲。吸氣，忍住1、2、3，呼氣。成功啦！爸爸媽媽同小朋友都做得好好啊！不如你哋互相分享下你棵樹係咩樣㗎？佢有冇好多樹葉呢？佢有幾高啊？佢啲樹葉係深綠色定淺綠色㗎？你棵樹會唔會有果實㗎？或者會唔會開花㗎？我哋下次練習呼吸嘅時候，就將你想要嘅花或者你想種嘅果實，慢慢吸氣，俾養分佢，忍住，充滿能量，再呼返出嚟，令佢成長。小朋友，你覺唔覺得睇住自己棵樹慢慢咁樣長大，
感覺好開心同埋好有成就感呢？我哋呢個感恩小樹，由你每一日開始諗一件感恩嘅事，再慢慢用呼吸練習，令佢越壯越大。希望你呢棵樹可以喺你心入邊俾到一個好溫暖嘅感覺你，每一次見到佢都充滿快樂，充滿溫暖。今日嘅正念遊戲去到呢度啦，爸爸媽媽小朋友都做得好好啊！我哋俾個抱抱大家，講聲 thank you，我哋下次再見。